早晨，online 嘅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我哋嚟到歷代志下嘅第12章，分段係1到12節係一段啦，然後13節到16節兩段。呢一章聖經其實就係講緊咧神對羅波安嘅管教，神對羅波安嘅管教，而羅波安佢又點樣去回應神呢？羅波安佢所睇重嘅係啲乜嘢呢？我諗呢個就係呢一章聖經咧俾我哋嘅一個嘅提醒就係人對神嗰個嘅信服，信服容唔容易咧？呢個課題咧好值得我哋去思想。羅波安最大嘅問題係咩咧？聰明係佢嘅問題。其實佢係聰明嘅，佢係好識得即係運用政治啊，好識得運用權柄啊。但係喺呢個聰明嘅事情上邊咧，佢有一樣嘢唔夠聰明嘅。呢個唔夠聰明就係對於上帝嘅信服。但係聰明人要信服咧，的而且確好難嘅，因為聰明就好容易驕傲，驕傲就好難信服。其實，如果我哋喺永恆拉遠嚟睇嘅話咧，可能我哋會發現咧，原來信服嘅人先係最聰明。聰明嘅人會自以為聰明，自以為聰明嘅人驕傲不信服。但係真正嘅聰明人呢，信服就蒙福。所以我諗我哋今日從呢個角度嚟睇呢一章聖經，可能會有一個更加深刻嘅體會。亦都俾我哋有個機會去反省自己。究竟我哋嘅生命當中有冇對神嘅呢一份嘅信服呢？咁有時候我哋會覺得自己好信服㗎，係因為咧事情未臨到頭。即係我嘅人生好順利，都係向住我心中所想嘅方向發展嘅時候，梗係信服啦。其實亦都嗰個係咪真係信服咧？呢個都係一個值得我哋思想嘅問題。即係所有嘅嘢都順風順水，所有嘅嘢都順住我嘅心意走。神都好似好賜福俾我咁樣，咁我梗係覺得我好信服神啦。咁其實呢個唔叫信服嘅，原因係因為你根本都冇嘢需要信服。係咪？所有嘅嘢都係向住你心中嘅方向走。到一個時候啦，就係呢啲事情咧，唔係你所想咁樣。你想向東，神就叫你向西，然後你可以改唔向東而向西，呢個先叫信服啊嘛。所以如果所有嘅嘢都係順住我嘅心，順住我嘅諗法去嘅時候，嗰個唔叫信服嘅。就係個環境，就係神要你所去嘅方向，同你心裏邊嘅慾望係逆向嘅。然之後你選擇去跟呢個先叫做信服。所以今日我哋都可以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咧，我哋去反思，我哋去思想，究竟我哋有冇信服咧？呢個我哋有冇信服咧？遇到事情發生嘅時候咧，就顯露出嚟啦。今日呢一章聖經咧。羅波安就遇到問題啦，遇到困局啦。呢個嘅問題，呢個困局咧，就將佢心裏邊嘅，將佢生命裏邊嘅東西咧，反映咗出嚟。究竟佢係咪真係相信神？佢係咪真係信服神咧？呢個困難一嚟到嘅時候咧，就試出嚟啦。咁我哋嚟睇今日呢一章嘅聖經，我哋先睇第一個大段落1到12節。羅波安的國堅立，他強盛的時候就離棄耶和華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隨從他。羅波安王第5年，埃及王示撒上來攻打耶路撒冷，因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華。示撒帶戰車1200輛，馬兵6萬，並且跟從他出埃及的路比人、蘇基人和古實人多得不可勝數。他攻取了猶大的堅固城，就來到耶路撒冷。
那時猶大的首領因為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瑪雅去見羅波安和眾首領，對他們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們離棄了我，所以我使你們落在示撒的手裏。於是王和以色列眾首領都自卑說：耶和華是公義的。耶和華見他們自卑，耶和華的話就臨到示瑪雅說：他們既自卑，我必不滅絕他們，必使他們略得拯救。我不藉着示撒的手將我的怒氣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們必作示撒的僕人，好叫他們知道服侍我與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別。於是埃及王示撒上來攻取耶路撒冷，奪了耶和華殿和王宮裏的寶物，盡都帶走，又奪去所羅門製造的金盾牌。羅波安王製造銅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給守王宮門護衛長看守。王每逢進耶和華的殿，護衛兵就拿這盾牌，隨後仍將盾牌送回，放在護衛房。王自卑的時候，耶和華的怒氣就轉消了，不將他滅盡，並且在猶大中間也有善益的事。12章一開始嘅時候，佢就話羅波安的國堅立，他強盛的時候就離棄耶和華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隨從他。羅波安嘅國一開始嘅時候，羅波安嘅國堅立。羅波安嘅國點解會堅立呢？呢個係值得我哋去睇，值得我哋去思想。羅波安自己點睇呢？我覺得羅波安見到自己嘅國堅立嘅時候，佢嘅睇法係沾沾自喜，覺得自己自覺有方。覺得佢堅固佢修造呢啲堅固嘅城邑保障妻妾好多跟住兒女眾多然後將佢嘅大權咧分俾呢啲嘅佢嘅兒子鞏固自己嘅核心力量佢認為呢一啲嘅東西咧全部奏效所以咧國家非常嘅堅立呢個係羅波安嘅睇法，但係事實上點解羅波安嘅王朝起初嘅時候咁堅立呢？其實上一章已經將個答案話咗俾我哋聽，係因為南北兩朝分裂嘅時候北邊嘅王朝做咗一件嘅錯事，就係佢為鬼魔、為邱壇設立偶像，然後咧廢去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帶住一群咧仍然忠心想侍奉耶和華嘅人，從北面咧移居南面。當然佢哋帶嚟財富，當然佢哋帶嚟好多嘅東西。更重要嘅就係呢一種嘅敬虔，呢一種對神嘅信服跟從使佢嘅國咧建立咗3年。呢3年咧，讓佢嘅國家咧有一個嘅中興。因為呢3年咧，呢一群人咧帶嚟咗對耶和華律法律例嗰個嘅重視同埋遵守嘅一個好嘅榜樣。全國咧可能都效法佢哋，所以咧嗰個係一個信仰上嘅中興，以至到咧佢國度堅立。但係羅波安有冇睇到呢樣嘢咧？我相信佢係視而不見。即係我諗佢係既知又唔知。點解叫既知又唔知？人咧有時候就有呢個矛盾啊，就係我哋好多時候咧係既知又唔知。呢啲嘅人嚟到耶路撒冷移居即係呢個南朝帝國羅波安一定係睇見嘅，羅波安一定係知道嘅。佢哋嚟到帶嚟咗一個宗教上嘅復興，亦都帶嚟咗一個嘅新嘅氣象。佢哋亦都帶嚟咗即係經濟，將佢哋家當全部過嚟。咁呢個對於南國王朝嚟講，其實係一個爭益嚟嘅。咁所以佢一定睇到嘅。但係佢睇到之後，又會唔會將國家嘅呢一個嘅富強咧，即係將呢一個嘅原因咧歸於神，嚟到向神感恩咧？又未必會嘅。因為人好容易咧睇自己所做嘅，睇自己所做嘅就認為咧係自己嘅能力，所以佢係既睇到又睇唔到。
睇到有一片嘅中興，睇到咧即係神好似喺度祝福佢，但係咧又偏偏咧又會將嗰個功勞咧歸於自己。人就係不斷都喺呢啲嘅矛盾拉扯嘅裏邊。所以今日我諗呢一章聖經都提醒我哋，我哋應該點樣睇我哋人生嘅成功呢？我哋能唔能夠喺我哋嘅成功上邊咧睇見神嘅手、神嘅作為呢？我哋比較容易就係喺我哋低潮嘅時候咧去捉住神，但係喺我哋人生高峰嘅時候，可唔可以捉住呢？呢個就係12章第1節，羅波安嘅國建立，他強盛的時候就離棄耶和華。強盛嘅時候就離棄耶和華。人最怕嘅就係成功嘅時候，因為人成功嘅時候，好容易我哋屬靈嘅眼睛就被遮蔽。我哋睇到嘅係自己嘅才幹、自己嘅能力、自己嘅智慧，將功勞咧歸俾自己。其實即係話咧，我哋越成功嘅時候，我哋越容易驕傲；我哋越驕傲嘅時候，我哋越睇唔見上帝；我哋越驕傲嘅時候，我哋就越離棄神。所以驕傲先至係嗰個嘅種，嗰個嘅根。羅波安嘅帝國建立強盛嘅時候，就離棄耶和華，連以色列人亦都隨從佢，即係變成咗成個國家嘅風氣都係推崇呢一個嘅智慧啊、政治啊、世界上嘅東西啊，跟住其他嘅國家一樣啊，即係以呢啲嘢咧為佢哋嘅自豪嘅地方所以佢哋可能舉國上下都喺度建造強大嘅軍事力量喺度發展經濟貿易一片欣欣向榮做到啲股市咧好靚數字係咁升咁就以為咁就掂啦咁樣。所以咧最重要嘅就係發展呢個就係羅波安嘅帝國嘅定調不停咁樣去發展，不停咁樣去建造，不停咁樣去泵大。聖經對呢啲東西其實即係睇得好少，只係含含糊糊一字就大過。但係咧，我哋從歷史嚟睇嘅話咧，羅波安其實佢真係發展到有一定嘅程度，國家的確係富強嘅，可惜喺宗教上面咧冇跟上。佢只係將所有精力咧發展軍事同經濟，但係卻係咧喺呢個嘅信仰上邊咧交白卷。本來以色列嘅王應該係帶領佢嘅百姓歸向神，呢個係神俾佢以色列王嘅嗰個嘅位份，或者係佢應該要做嘅責任同埋任務。但係咧，羅波安咧將佢所有心思意念咧都擺喺發展經濟、軍事等等呢啲世界嘅手段上邊，喺信仰上邊咧嘅帶領嘅作用咧，佢係交白卷嘅。呢個就係佢最大嘅問題。所以第2節，羅波安王第5年嘅時候，埃及王示撒咧就上嚟攻打耶路撒冷。我諗呢樣嘢咧係羅波安咧發夢都估唔到嘅，因為佢建築咗咁多軍事要塞，將佢啲仔女即係將兵權交俾佢哋，個個統領一方咁樣。佢以為咧冇人會攻打佢。事實上咧，從所羅門王朝咧，亦都冇打過仗，根本就冇敵人夠膽去碰所羅門王朝。所以呢一個嘅埃及嘅起嚟咧，對羅波安嚟講咧係一個嘅震驚嚟嘅。對從呢個所羅門王朝過渡到今日嘅以色列百姓咧，其實都係一個嘅震驚嚟嘅，因為竟然有敵人要伸手攻擊呢一個嘅以色列嘅王朝。呢個係喺所羅門年間從來冇見過嘅事情。羅波安亦都發夢都估唔到竟然會有敵人興起，而且呢一場戰爭咧好特別嘅噃。就喺呢度，佢話示撒呢個埃及王上嚟嘅時候，示撒帶咗啲咩嚟咧？帶咗戰車1200，馬兵6萬，即係佢自己所帶嘅埃及嘅親兵其實只有6萬人。但係我哋記唔記得呢個羅波安登基嘅時候佢召聚佢嘅精兵
諗住咧即係想北邊嘅攻打呢一個嘅耶羅波安。佢一招聚就18萬精兵，但係咧埃及只有6萬。不過除咗呢6萬之外咧，埃及仲出動咗呢啲嘅即係佢嘅可能係僱傭兵啦，或者係同佢一齊嘅聯盟啦，包括呢個嘅路比人啦、蘇基人啦同埋古實人啦。但係呢3種人加埋一齊嘅時候係多得不可勝數。咁從呢度睇佢嘅時候就係，究竟埃及係強大定係唔強大咧？其實兵力最多嘅係呢啲嘅路比人啦、蘇基人同埋古實人。埃及真係自己出嘅兵咧得6萬啫。然後咧戰車1200輛，戰車就多。但係佢嘅人其實唔係好多嘅啫。但係咧就加埋呢啲嘅路比人啊、蘇基人啊、古實人咧，咁就多到不可勝數啦。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嘅地方，就係搞到我哋咧都好似捉唔準，究竟呢個時候嘅埃及係強大定係唔強大咧？你可以睇佢係好強大，因為佢個即係佢一呼百應，呢啲人又肯即係幫佢，呢個都係佢嘅影響力，佢嘅強大。你亦都可以睇佢即係唔係真係咁強大，因為其實佢只係出咗6萬人啫。靠其他嘅人幫手，可能係佢話俾呢啲嘅民族聽，我哋一齊去攻打耶路撒冷，只要我哋打贏咧，我哋就發達㗎啦，因為大家都知道所羅門堆積咗好多財寶喺耶路撒冷，只要你將耶路撒冷攻落嚟嘅話咧，嗰啲嘅戰略品咧就應該係不得了。要呢個所羅門王嘅府庫係嘛？我哋前邊讀所羅門王朝嘅時候即係。銀唔算得係啲乜嘢，因為多到不計其數所有嘅嘢黎巴嫩林宮裏邊連一隻杯都係精金嘅，所以你就知道呢個所羅門嘅財富有幾咁多。所以呢啲嘅人咧就嚟啦。所以我比較傾向咧就係，其實埃及嗰個時候都唔係真係咁強，係因為所羅門王朝嘅時候四圍嘅列國咧都好似俾上帝咧禁住咗一樣。但係咧，咁嘅狀況之下，佢都嚟攻打耶路撒冷，點解會咁呢？我哋再睇落去嚇，佢唔單止嚟攻打耶路撒冷，而且佢攻取咗猶大嘅堅固城，然後就嚟到耶路撒冷，即係話佢哋係一個城一個城咁樣好似過5關斬6將咁樣將呢啲羅波安用好多嘅心機所建立嘅堅固城，佢認為好堅固係可以抵禦攻擊嘅。呢啲嘅城咧喺佢哋面前好似不堪一擊咁樣，乒乒乓乓就將佢掃低晒。然之後咧嚟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係首都嚟嘅。即係如果一個國家打仗下下啲敵人都嚟到首都嘅話，即係咁你就知道已經成個國家岌岌可危啦。即係佢哋已經不停咁向佢哋嘅國土推進就嚟到耶路撒冷啦。第5節。那時就喺呢個時候，耶路撒冷被圍城嘅時候，猶大嘅首領因為嗜殺就聚集喺耶路撒冷。呢啲猶大嘅首領咧，全部都聚集嚟耶路撒冷，梗係啦，開會緊急去應對哇！而家國家已經水浸眼眉啦。呢個埃及法老嗜殺嘅大軍咧，已經圍城啦，已經兵臨城下啦。所以佢哋咧要緊急開會謀對策。喺呢個時候，有先知示瑪雅去見耶羅波安同眾首領，即係佢哋仲喺度開會，仲喺度商討想用人嘅智慧，想用人嘅方法去渡過呢一場嘅災難，睇下點樣去應付呢一場嘅戰爭。呢一場嘅戰爭咧，對羅波安嘅王朝嚟講咧，係一個極大嘅挑戰，因為從所羅門年間到如今，呢個係正正式式同佢哋嘅敵人嘅第一場仗。同北國嗰啲我已經唔計啦，因為嗰個兩兄弟兩兄弟打嗰啲，我哋就唔即係先擺埋一邊先。但呢個係正正式式真正嘅敵人，而且咧多得不可勝數。呢個就係對羅波安王朝咧一個重大嘅考驗，亦都係一個咧重大嘅危機。係羅波安從來冇想過，所以眾領袖全部都聚集。但係佢哋聚集喺度做乜嘢呢？聖經冇講佢哋聚集埋一齊去尋求神。其實佢哋最應該做嘅就係佢哋聚集一齊先嚟尋求神。
但係冇。不過神有恩典，你哋唔嚟尋求神，神自己差先知去到你哋嘅當中，知道你班人喺度聚集，先知就去對佢哋講。先知講咩呢？耶和華如此說：你們離棄了我，所以我使你們落在示撒手裏。哦，成件事情就水落石出啦。點解會咁樣呢？埃及只有6萬軍力，出到咁少嘅人，戰車雖然係多，但係又有其他嘅人搭救嘅人，比埃及軍隊嘅數量更加嘅龐大。呢一支咁奇怪嘅軍隊，點解會組成得到嘅呢？原因係背後係出於神，原因係因為以色列羅波安嘅王朝離棄咗神，所以神興起示撒，要將佢哋交喺示撒嘅手裏邊。原來列國都係被神掌權，神喺列國當中掌權，神要興起邊個就興起邊個。所羅門嘅年代，神興起所羅門，列國都臣服。但係嚟到羅波安嘅年代，因為羅波安離棄神，所以神叫埃及起嚟帶頭。其實埃及實力都未必夠，所以神幫埃及揾幾個幫手一齊，結果羅波安王朝節節嘅敗退。如今兵臨城下，已經圍到喺耶路撒冷嘅門口啦。第6節，於是王和以色列的眾首領都自卑說：耶和華是公義的。先知嘅呢句説話一出嘅時候咧，王同眾首領都話耶和華是公義的，自己都知道自己理虧。先知話係因為你哋離棄神，所以示撒大軍壓境啦。佢哋一聽呢句説話，自己都心知肚明，我哋的確係離棄神，所以佢話耶和華係公義嘅，耶和華係公義嘅。理虧嘅係羅波安王朝以色列嘅呢一方，佢哋自知喺神嘅面前交代唔過去，佢哋的確係離棄神，佢哋的確係遠離咗神。結果呢，當佢哋咁樣去講嘅時候，其實當佢哋宣稱耶和華係公義嘅，就係將自己咧放喺一個罪人嘅層面，自己咧謙卑落嚟。當呢個謙卑一出現嘅時候，耶和華見他們自卑。第7節，耶和華嘅話就臨到示瑪雅，耶和華再透過呢個先知話嚟到對佢哋説話。佢話：佢哋既然自卑，我必不滅絕他們，必使他們略得拯救。我不藉着示撒的手，將我啲怒氣倒在耶路撒冷。耶和華見到佢哋自卑嘅時候，耶和華就話：我必不滅絕他們，係因為佢哋悔改，係因為佢哋咧自卑。但係我哋要睇呢段聖經，我哋睇呢一句説話嘅時候，我今朝睇嘅時候咧，我就真係為呢個嘅羅波安咧，即係抹一把冷汗。就係羅波安好彩，就係當先知話俾佢聽，你哋離棄耶和華，所以示撒上嚟大軍壓境。呢個係我對你哋嘅審判。好彩嘅就係羅波安一聽到呢句説話就話耶和華係公義嘅，佢哋馬上就自卑落嚟。如果繼續死牛一邊頸，會點呢？如果冇悔改，會點呢？原來如果冇悔改，神本來嗰個計劃就係滅絕他們，係因為佢哋自卑、謙卑、悔改落嚟，所以神話我就唔滅絕佢哋啦。但係唔滅絕佢哋，係咪就即係祝福就傾到咧？都唔係嘅，只係唔滅絕佢哋，即係唔去到咁盡啫。即係等於阿爸打仔係要教訓個仔，個仔話：我知錯啦咁樣。原本諗住打50下嘅，好啦，而家打5下啦。咁啊唔係話唔打嘅噃。所以神嗰個管教只係個規模縮細咗，縮細咗幾多咧？神話我必使佢哋略得拯救。咩叫略得拯救咧？
呢個略得拯救嘅小情大戒去到咩嘢嘅境地咧？其實就係保住佢哋條命，不至於被滅絕。本來咧呢一個嘅審判係要滅絕嘅。好啦，而家唔使滅絕唔使滅絕嘅時候，神話我亦都唔將我嘅怒氣咧倒喺耶路撒冷。不過佢哋咧要作示撒嘅僕人，好叫佢哋知道服侍我同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別。佢哋離棄神，所以神將佢哋交喺外邦人嘅手中，交喺埃及聯軍嘅手裏邊，讓佢哋雖然佢哋自卑，逃過咗呢一個滅絕嘅命運但係咧佢哋從此咧要臣服喺呢個埃及之下。神要讓佢哋知道服侍呢啲嘅外邦人同服侍神究竟有咩分別？咁分別係咩嘢咧？我哋再睇落去咧，就會慢慢就會感受到少少。第9節，於是埃及王咧示撒就上嚟攻取耶路撒冷，奪了耶和華殿和王宮裏嘅寶物，盡都帶走。呢個王宮咧，所有嘅寶物都被帶走。你想象下。羅波安應該會好唔習慣，即係平時佢喺佢嘅呢一個嘅耶路撒冷喺皇宮裏邊嘅時候，到處都係寶物。而家咧，成個皇宮咧空晒。你想象下就係，如果你屋企咁樣講，會唔會讓算啦，我唔好講名啦嚇。譬如你見到某位弟兄，可能佢有好多珍藏嘅。屋企有好多玩具咧珍藏啦，公司又有好多玩具珍藏啦。佢每一日翻工又好，翻到屋企見到呢啲嘅珍藏啦，呢啲嘅又玩具啊，又手板模型啊，又咩心裏邊都無比暢快。如果有一日佢翻到屋企，發覺佢所有珍藏都不翼而飛，成間屋空溜溜，公司張台空溜溜，佢最中意嘅呢啲嘅擺件，呢啲嘅珍藏冚唪唥都冇晒。你覺得佢會係點咧？佢感覺會係點咧？羅波安而家就係呢個狀況。呢啲嘅珍藏冚唪唥都係價值連城，可能係古董甚至係所羅門同埋大衛窮一生嘅精力所帶嚟嘅。聖殿裏邊多到不可勝數，呢個皇宮裏邊亦係多到不可勝數。但係咧，當埃及人打贏佢哋，埃及人走嘅時候，成個皇宮空晒。羅波安一入去呢個皇宮裏邊嘅時候，名畫、古董、擺設、金銀冚唪唥都冇晒，幾唔習慣咧？你諗下。同埋有幾咁心痛咧？哇！嗰啲東西幾值錢啊！全部冇晒。唔單止將呢啲嘅寶物盡都帶走，佢用咗個盡字，即係一件都冇留低。又奪去所羅門製造嘅金盾牌，仲將呢啲金盾牌都攞走。點解特別講呢個金盾牌？我哋睇落去羅波安就製造銅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俾呢個守王宮嘅護衛長看守。王每逢進耶和華嘅殿，護衛兵咧就攞住呢個盾牌，隨後又將佢送回，放喺呢個護衛房裏邊。呢個金盾牌其實係攞嚟做咩嘅咧？我記得嗰一章我都講過，金盾牌咧其實冇乜防衛嘅能力嘅，咁軟嘅金屬。嗰個係王攞嚟擺排場嘅，即係。所羅門咧攞嚟擺排場，佢每次入聖殿嘅時候咧，就唔知有幾多個護衛啦，咁每個人就攞住金盾牌咁圍住佢，即係擁戴住佢咁樣進聖殿即係呢啲場面就好似閱兵咁樣，即係擺出嚟係非常之壯觀、非常之好睇嘅。即係你諗下，王一出現嘅時候，兩排人個個攞住咁大面嘅金燦燦嘅金盾牌咁，即係。中東嘅天氣，以色列嘅天氣，常常都係陽光普照嘅，即係咁你諗下，呢一出嚟，哇！成隊人金燦燦咁，幾咁威武啊！呢個係王嘅面子呢個絕對係面子工程嚟嘅。好啦，而家啲金盾牌冇晒啦，咁羅波安就冇得學佢阿爸咁擺呢啲排場，咁點啊？用銅顏色睇落差唔多，係咪？咁用銅嚟做呢啲嘅盾牌嚟代替。金攞唔出啦，銅代金，
都要整呢啲嘅盾牌出嚟，而且好怕再冇咗，所以咧要擺喺護衛室裏邊。每次咧登耶和華殿出巡嘅時候咧，就出動呢啲嘅盾牌，但係咧用完之後，嗱嗱聲又擠翻去嗰個護衛房裏邊咧，就看守好佢。但係從呢啲動作，你睇見羅波安最睇重嘅其實係咩咧？面子。佢最睇重嘅係面子，呢個就係佢嘅死穴。佢好想成功。佢可能佢心裏邊將自己同佢嘅爸爸作一個比較，係嘛？嗰啲少年人都摸到佢心裏邊所諗嘅，所以佢話俾人聽，佢話我嘅手指尾粗過我阿爸條腰。佢好想勝過所羅門啊，創造一個比所羅門更輝煌嘅盛世，因為佢繼承咗佢爸爸俾佢嘅國度，佢以為佢就可以大大嘅發圍。可惜佢越係咁諗，佢就越唔識得去倚靠神。佢越唔識得倚靠神，越以為啲嘢係自己嘅，係捉喺自己嘅手中嘅，佢嘅王朝就更急速嘅滑落。結果到而家，示撒將所有嘢都攞走，而且咧狠狠咁樣咧，等於喺佢面上打咗一巴，金盾牌都保唔住，攞銅盾牌。雖然離遠嘅時候，呢個銅嘅盾牌可能你都睇唔出嗰個嘅問題，但係羅波安心裏邊知道，同佢爸爸嘅盛世相比，已經差得遠，差到差天共地。統一嘅王朝已經分裂成南北兩個王朝，北邊王朝已經唔關佢事，少少嘅南邊嘅王朝幾乎都保唔住，俾埃及大軍壓境。不單止大軍壓境，係已經係輸咗俾埃及，甚至咧所有個寶物，連佢最介意、最睇重嘅金盾牌冚唪唥都收走。呢個就係服侍外邦人同服侍耶和華嘅分別。服侍耶和華，你仍然有尊榮，係嘛？因為嗰個係愛你嘅神啊嘛。但係你服侍你嘅仇敵咧，雖然好粗俗但係我都要咁樣講，你服侍仇敵咧，到最後咧，佢連你條底褲都攞埋你，乜嘢都冇。服侍神，神咧就用尊榮、平安、喜樂嚟到去回報你。服侍仇敵咧，到最後佢連底褲都攞埋你，乜嘢都冇。羅波安坐喺個空空嘅皇宮裏邊。可能佢就喺呢個時候仰天長嘆，原來服侍神同服侍仇敵係咁大嘅落差。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去到我哋人生一無所有嘅時候，我哋先醒悟，我哋唔好服侍仇敵，我哋唔好服侍世界，因為你服侍世界，到最後世界真係連你僅有嘅，連你嘅底褲都攞埋你。我哋要服侍愛我哋創天造地嘅神，佢必以喜樂、平安、尊榮、豐盛回報真心愛佢嘅人。嗱，呢幅圖畫喺呢一章聖經非常嘅清楚。我哋睇下一段嚇。羅波安王自強，在耶路撒冷作王。他登基的時候年41歲，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華從以色列眾支派中選立他名的城作王17年。羅波安的母親名叫拿瑪，是亞捫人。羅波安行惡，因他不立定心志尋求耶和華。羅波安所行的事，自始至終不都寫在先知示瑪雅和先知易多的史記上嗎？羅波安與耶羅波安時常爭戰。羅波安與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衛城裏。他的兒子亞比亞接續他作王。羅波安整個嘅人生，最後就係以13節到16節咧，作為一個總結而結束。一生匆匆作王，其實時間唔長，17年嘅時間，佢就如飛而去。但係留低嘅係啲乜嘢呢？神所記嘅又係咩呢？13節，羅波安王自強，呢個嘅自強就係靠自己，靠佢世界嘅智慧。其實佢確實係聰明有魄力，但係佢靠嘅係自己，唔懂得靠神，佢只係自強。耶路撒冷登基嘅時候41歲，作王只有17年，
短短嘅17年嘅時間，聖經特別咧向人啟示展示，羅波安嘅媽媽叫做拿因，係亞捫人。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嘅根源問題所在。媽媽係亞捫人，唔係以色列人。呢個亦都係因為所羅門後來娶咗好多外邦女子，其實呢個係聖經係神所唔喜悅嘅，因為呢啲嘅女子會引導佢哋咧行偏邪嘅道路，離棄神去拜偶像。所以點解羅波安唔能夠一心一意追隨神呢？其實可能亦都有呢啲即係佢母親嘅影子喺裏邊。母親向佢介紹其他嘅偶像。所以咧，佢冇辦法專心嘅跟從神，硬係喺偶像喺世界同神之間咧嚟到去搖擺，甚至咧亦都係即係睇重嘅，更加睇重嘅係自己嘅智慧聰明，冇辦法專心一意，好似大衛一樣去尋求神、跟隨神。呢個尋求跟隨其實就係信服。羅波安冇辦法完全嘅信服神。佢追逐嘅係自己裏邊嘅驕傲。媽媽亦都讓佢知道咧，有好多其他嘅選擇。原來呢個世界仲有其他嘅偶像，呢啲嘅偶像可以幫佢達成心願。呢啲就係拜偶像嘅人所諗嘅，同埋嗰個教導。所以聖經為佢立下咗一個注腳就係14節。羅波安行惡，呢個惡就係因為佢唔立定心意尋求耶和華，呢個就係神眼中嘅惡。跟住羅波安終於就離世，由佢嘅兒子繼位。佢嘅兒子叫做亞比雅。前邊我哋都睇到㗎啦。佢就立呢個嘅亞比雅咧為太子，因為佢好想將自己嘅國位咧交俾佢。而亞比雅嘅媽媽咧，其實就係一個拜偶像嘅人。亞比雅嘅媽媽咧，後來就喺以色列設立呢個亞舍拉嘅像，讓以色列咧更深嘅陷入得罪神嘅惡事當中。所以你見到羅波安嘅心其實係傾向外邦，傾向呢啲俗世嘅道路同埋智慧。但係佢其實亦好有手段，因為佢立咗呢一個嘅太子，太子就結果就成功嘅繼位，一切都喺佢嘅掌握同埋佈局計劃之下。佢係一個好強去佈局、掌握計劃嘅一個嘅人。今日你嘅人生，你係咪都好強於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去計劃、去安排呢？但係我哋嘅計劃比唔上對神嘅信服。羅波安強於呢啲嘅計劃，強於呢啲嘅發展，但係卻冇學識去信服神，去依靠神。呢個就係成為佢人生最大嘅敗筆。而呢個敗筆亦都讓佢嘅王朝咧走向沒落。求主幫助我哋，讓我哋咧要得着嘅係真正嘅智慧。我哋要知道咧，國權喺神嘅手中，一切都喺神嘅手中。服侍神同服侍仇敵、服侍世界係天淵之別嘅。服侍世界到最後，我哋連底褲都冇；但係服侍神，神真係以尊榮、喜樂、平安、豐富嚟到回報我哋。求主俾我哋有咁樣真正屬天嘅智慧，係咪？弟兄姊妹，我哋一同嘅敬拜我哋嘅神，係啊，讓我哋今日嚟到將我哋嘅全人心思意念，我哋都交託喺我哋嘅神嘅手裏面。讓我哋今日喺我哋呢個清晨裏面，我哋用呢一首詩歌，我哋去敬拜，我哋嚟到去話俾你知，我哋願意將我哋嘅主權都交喺你嘅手裏面。我心爱你，我渴望我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的大爱，医治我
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侍，求你托住。哦，主啊，求你改变我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带着耶稣的香气。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带我进入你圣洁居所，让我今天为你活，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你。係啊，主啊，你嚟到掌管我哋嘅心思意念，幫助我哋專注喺你嘅裏面，愛你更多。主，我心愛你，我渴望活在你的懷裡，每天與你同在，享受你的大愛，醫治我受傷的心靈，改變我原有的生命，引導我當走的路。今天的服侍，求你托住。哦，主啊，求你改變我心思意念，願你來雕琢，使我能更加像你，帶着耶穌的香氣。哦，主啊，求你吸引我，帶我進入你聖潔居所，讓我今天為你活，完全獻上為活祭，奉獻一生跟隨你。係啊，主，我哋話我哋願意，我哋願意嚟到咁樣嚟到去跟隨你。但係神啊，求你嚟到幫助我哋啊！我哋知道我哋時常都會有軟弱，甚至我哋心思意念真係有好多需要俾你去潔淨嘅地方。神啊，今日我哋真係要帶住一份謙卑嘅心，有一個聆聽嘅耳朵嚟到你嘅跟前，讓我哋知道我哋生命裏面唔可以失去你，因為主啊，我哋知道唯有你先可以嚟到去檢視到我哋嘅內心，幫助我哋能夠更加嘅像你，讓我哋話我哋需要你。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夠遵行你旨意。我願將你話語深藏在我心，就路上的光，成為我腳前的燈。哦，主，求你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求你帶領我，使我不會再
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係啊，主幫助我哋，幫助我哋真係能夠更加嘅像你，幫助我哋可以將你嘅話語藏喺我哋嘅心裏面，成為我哋路上嘅光，腳前嘅燈，叫我哋每分每刻都嚟到依靠你，信服喺你嘅生命嘅當中。主啊，我哋需要有你。哦，主，求你堅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能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時我仍會軟弱，求你帶領我，使我不會再退縮。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讓我一生能學你的樣式，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女，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榮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讓我一生能學你的樣式，使我能成為你所喜悅的兒女，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榮耀，使我的生命能夠彰顯你主啊，我哋嚟到去將榮耀歸俾你。主啊，願你再嚟到去用你嘅聖靈嚟充滿我哋，好讓我哋嘅生命能夠榮耀你，成為你合用嘅器皿。主啊，願你就喺我哋嘅當中。主啊，願你繼續嘅嚟帶領我哋，好讓我哋思想我哋生命裏邊，我哋有啲乜嘢要回轉，更多嘅嚟到去對準神。主啊，你聽我哋嘅禱告，悅納我哋嘅敬拜，奉耶穌基督嘅名而求。阿們。弟兄姊妹，今日喺歷代志下12章第1節，羅波安的國建立，他強盛的時候就離棄耶和華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隨從他。今日讓我哋嚟到思想，求聖靈嚟到光照我哋，光照你同我。我哋而家係咪處於一個順境當中呢？你好有能力，你做事好有奏效，好有果效，或者你係一個家中嘅頭，你係職場嘅領導，或者你喺一個團隊當中，你係權柄。好多事情都好順利，好發旺，為你帶來好多豐盛嘅奏效。但係我哋係歸功於自己啊，定係歸功神喺當中掌權？今日讓我哋嚟到思想我哋嘅生命。我哋一直都係靠住仰望自己嘅能力啊，自己嘅聰明智慧啊，還是仰望神嘅幫助啊？又或者你而家喺一個逆境嘅當中，好多嘅困難，特別喺經濟嘅當中，而家香港嘅經濟亦都處於好低谷，
一個好扭曲嘅經濟，你遇到好多嘅經濟嘅困難，讓我哋嚟到反思自己，讓我哋究竟我哋有冇我哋反思，我哋過去可能好多嘅成功，好多嘅發旺。原來過往我哋都係靠着自己，覺得自己好叻，好有洞察力，好有看見，反而冇喺我哋嘅信仰上，我哋冇確定神係先至係我哋嗰位嘅幫助者，去掌管我哋嘅一生，以致我哋喺跟隨神嘅路上，我哋係交白卷。弟兄姊妹，今日讓聖靈嚟到光照我哋，回望我哋嘅過去。無論你而家喺順境或者喺逆境當中，讓我哋嚟到反思自己。喺第一節後半部，以色列人也都隨從他。我哋唔係淨係我哋所做嘅一切，唔係淨係影響到我哋自己，我哋甚至係影響到跟隨我哋嘅人。當我哋係家中嘅頭權柄，我哋所做嘅一切都會不知不覺，都會影響到我哋跟隨我哋嘅人，以致當我哋走歪，佢哋亦都走歪。喺職場上面，可能你係一個好重要嘅權柄，你帶領好大嘅團隊，或者你喺服侍當中一個好重要嘅權柄，你嘅心思意念一唔對正，跟隨你嘅人亦都走歪。今日就讓我哋嚟到立定心志，重新歸正，走喺跟隨神嘅路上，立定心意嚟到尋求佢。主啊，你今日我哋嚟到你嘅跟前，主啊，我哋看見我哋嘅生命有好多嘅偏頗，好多嘅歪曲，好多嘅扭曲，跟隨自己嘅意思而行，跟隨自己嘅諗法，覺得自己好有看見，好有洞察力，自己看見別人看不見，覺得自己感覺好良好，覺得靠住自己必定能夠有出路。甚至身邊嘅人提意見，我哋亦都唔會理會，覺得自己所認為嘅係最啱嘅。主啊，我哋嚟到你嘅跟前，求你幫助我哋，讓我哋謙卑順服喺你嘅當中，讓我哋調教我哋嘅眼光，讓我哋立定心志跟隨你，尋求你。喺我哋所做嘅每一事情上，都尋求你嘅心意，以你為大。主啊，我哋願意降服喺你嘅跟前，讓我哋喺跟隨你嘅路上唔好交白卷。主啊，我哋多謝你。以上嘅禱告奉主名求。阿們。今日咧，牧師一再咧提我哋。要有一個咧堅定嘅心，一份咧對神堅定嘅心。究竟喺我哋咧信主嘅路上，可能已經係一段嘅年日啦。我哋有幾堅定呢？
好唔好咧？我哋就嚟回想喺乜嘢嘅狀況底下係我哋最唔堅定、最容易被誘惑、最容易我哋會質疑神、懷疑神嘅時候呢？係咪真係好似咧，正如羅波安一樣，就係當佢國堅立強盛嘅時候，反倒咧佢喺呢一個時刻就離棄神。相反，可能喺我哋危難嘅時候，我哋仲會搲住神，我哋就會不停禱告。好唔好？我哋就嚟咧去為我哋有一個堅定嘅心嚟禱告，好唔好啊？我哋知道咧，我哋嘅神係嗰個昔在、今在、以後永在，佢嗰個唔改變嘅神。我哋亦都理性上面知道佢係嗰個掌權嘅神，但係會唔會因住我哋人生嘅起跌，我哋對神呢份嘅堅定，我哋係會動搖嘅呢？會唔會因為我哋呢一刻嘅遭遇，我哋都會對神嘅心有所動搖呢？好唔好呢一刻咧，我哋就嚟為自己有嗰份對神堅定嘅心嚟禱告，為住我哋唔受環境影響，繼續嘅堅守神嘅律法，堅守對神嗰份嘅信心嚟禱告。求神幫助我哋，再一次咧將我哋嘅眼目定睛喺佢嘅身上。佢係嗰個不改變、不動搖嘅神。求神亦都將呢一份不動搖嘅信心放喺我哋裏邊，好讓我哋能夠堅定嘅嚟跟從主。亦都若果你知道呢一刻，你亦都會繼續有啲時候都會因住世界嘅聲音、世界嘅誘惑，你會被拉走。就為住我哋能夠堅定嘅，我哋係尋找屬神嘅國度嘅嗰一份嚟到去禱告啊！求神嚟幫助我哋，唔被世界嘅聲音拉走，唔被世界嘅誘惑拉走，喺神嘅面前堅定嘅相信跟隨佢。歷代志下12章7節，耶和華見他們自卑，耶和華的話就臨到示瑪雅說：他們既自卑，我必不滅絕他們，必使他們略得拯救。願呢一份嘅自卑、謙卑，今日都要喺我哋嘅裏邊。我哋真知道，我哋靠我哋自己唔能夠堅定喺神嘅裏邊，唯有謙卑、信服、依靠，更多嘅嚟禱告、聆聽神嘅話，我哋先有辦法能夠堅定喺神嘅國嘅裏邊。我哋今日再嚟到去禱告，我哋話我哋好想喺末世嘅裏邊成為得勝嘅一群，但係必須要嘅，我哋要自卑、謙卑落嚟，以致我哋靠住神，我哋能夠喺呢個末日嘅裏邊成為得勝嘅一群。好唔好？最後我哋都為自己有住呢一份嘅謙卑嚟禱告，求神嚟幫助我哋。我哋真知道我哋係可能好多時候係口裏邊話順服，表面上係順服，但我哋心裏邊仍然有好多嘅嘰里咕嚕，好多自己嘅盤算，好多自己嘅計劃。我哋就嚟開聲，再一次同神講：神啊，我願意真係將我嘅計劃嚟放低，我願意將我自己所諗嘅，我嘅私欲放低，好讓你嘅心意成就喺我嘅身上，好讓神你自己嘅美意能夠成就。聖靈啊，求你嚟幫助我哋，主啊，好讓我哋能夠倒空我哋自己，幫助我哋更明白你自己嘅心意，幫助我哋唔好行壞。主啊，我哋向你承認，有啲時候可能我哋連行歪咗、行歪咗，我哋都不自知啊！聖靈啊，求你就每一日讓你嘅聲音喺我哋生命裏邊嚟響起，
好讓校對我哋自己嘅心，唔讓我哋一日一日嘅偏離，唔讓我哋一日一日就離棄耶和華神你自己，連我哋都不自知。主啊，求你嚟幫助我哋。幫助我哋，好讓我哋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邊繼續行神你要我哋行，奔跑神你要我哋奔跑嘅道路。主啊，你幫助我哋，讓羅波安嘅生命成為我哋生命裏邊嘅一個嘅提醒。主啊，讓我哋真係了到時刻嘅嚟警醒，好讓我哋唔陷落喺一個咧神你要去毀滅嘅嗰個嘅心意。主啊，好讓我哋真係咧常常嘅要嚟到神嘅面前謙卑討你嘅喜悅。主啊，讓我哋繼續嘅往住神你俾我哋嘅方向走。主啊，唔往世界嚟到去走。主啊，願你嚟保護我哋嘅心。主啊，願你嚟保守我哋嘅心，繼續嘅嚟帶領我哋行前面嘅呢一段路。主，我哋多謝讚美你，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而求，阿們。歷代志下12章第8節。然而他們必作示撒的僕人，好叫他們知道服侍我與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別。聖靈，求你幫助我哋，讓我哋從呢一章聖經裏邊學教訓。主啊，讓我哋知道服侍你同服侍世界、服侍外邦人、服侍仇敵係天淵之別。主啊，你幫助我哋，讓我哋堅定嘅嚟到去跟隨你，唔好到日後落到一無所有嘅境地。因為服侍你係我哋一生最大嘅榮幸，服侍你係滿有尊榮、滿有豐富、滿有祝福嘅。主啊，讓我哋一生認定你、跟從你，直到永遠，直到見你面嘅嗰一日，我哋都要作你忠心良善嘅僕人。主，你幫助我哋堅守到底，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阿們。感謝主，我哋今朝晨禱就到呢度，願主祝福大家。